其实吼，咱人上好就是人世间是无完完，是拢无遐问题，敢是？咱会想讲我伫遮，我伫遮就当做好啦，咱拢定定啊，放下家己啊，无差，其他袂做有啥代，哦，但是咱做会想啊，过年这个搞啊，反正明年车来改，咱做在条头明年车过来，啊，啥物会下年刚过来，所以简单到咱就时间啦。真正是非常辛劳啊，是其他的辛劳无人知呢。那个我们这边大家分享给小朋友，到底是非常辛劳，其他的辛劳。那个简单在咱这边大辛劳，无人知呢。咱学校的班啊吼，啊一个干部中迄个同学吼，伊就讲吼，阮高中400分钟在值班，在值班。那么伊咧值班的过程当中呢，伊讲一个哦。头啊，是上个警察来，啊，讲尾啊来到地，但是印象足深的一个女性吼，一个咱的女性，讲一个女性的病患就对啦，女性的病人上面，讲迄人叫菜包包，叫菜包包哦，啊面拢下到苦瓜叫菜包包，用95车3档的面来，伊叫菜包包。伊讲看起来就是应该去三买物件，啊伊讲吼，甲变过多，甲听烂。血肉模糊，但是其他比较讲，就是这后边拢疤拢凸起来，拢烂起来了。啊，而且伊讲伊一般啦吼，人道的立场，你倒咧医疗站起来，不管你有汤水无汤水，拢会去换了事。伊讲这是人道，基于人道立场，你倒咧医疗拢会去。这个伊讲。人坐到咧医生入来，看到甲变过，变过到正规个后壁拢烂去啊，烂去，看到医生啊讲厝诶，这无救啊，咱来去救的啦。伊讲伊做10几年，第一道才是医生讲了，咱会当了解一下。伊讲伊当做啊领导小夜班，当做是打断了同学，因为讲形容时啊，拢会形容班排和正常的，当然是同班啦。这护士蛮有心的一个男生班，你去当对啊，去当一年1年白打多少年一打，多少个下晡4点上班当透啦啥对不对？这平日班外下，啊，佮来一直来，啊，佮老师上的讲拢几乎拢是咧肉甲骨拢烂去咧，无方面嘛，拢在拢轻的，啊，用印象上深的迄个，啊，伊就讲，伊分享讲，这个人看着知影是出门在里面。出门买东西啊，包包放在那，可是我原来你东西130来，就包包砍掉，包包就砍掉，包你这个喏，金表，包包的里面，你就讲啦，你真正很不甘心的。一个人，咱到想讲哦，咱形容要再去做迄个物件，啊，就瞬间就无去啊，就无去啊，人就歹讲的喏。真正咯，到底是非常辛劳啊，是爱辛劳，所以真正咱没错。咱若知影非常辛劳，爱做啥物事，爱是感动家己啊。免讲家己改变家己，要安怎改变？改变你的思想，改变你的视角，你即个目睭看代志的角度，改变你咧看人世间甲种种的代志。分了了，要去改变这角度。你若会当改变，你就当对终极的事实会当体谅。所以这终极的事实，咱去看着拢是好像真的存在嘛吼，真正存在啊。但是敢真正存在，咱各位同学，咱想一下哦，咱想一下，当我把出钱的，你伸手去甲摸，你敢摸袂着？咱去各位同学看着就好嘛吼，看会着嘛吼。但是你尽快就去偷钱人，你嘛是这个无去偷钱人，是不是摸袂着？摸袂着啊，摸得到哦。但是这个人来用目白起去诊所，还是白起离开你去偷钱这个所在，你进10寸你敢摸袂着？你就摸袂着。但是这个人，伊是存在是你的世界，是存在是这个全体的世界。这个问题值得咱家己来去深思哦，咱来去做清来思考讲。到底咱是咱强声，包括是咱强声，所以前面咱是活着着咱的这个实相，
常的世界，还是你是活伫即个真正的世界内面？其实若认真来想啊，咱每一个人你所看到一切，拢是你的心做的，来看。啊，无咱来想，等下咱4班，咱相信嘛？你相信？会啦。安尼这人就是你创造的嘛？咱选出来遮第2遮，这样看到遮人，但是，如果今仔无选出来2遮，我袂看到遮，我袂认为遮，你敢会创造？你敢会看到遮呀？所以就是讲到老师的影片版本你看到，啊，若影片版本你无看到，嘛是无遮人，但是，啊，这就是中间的一项啥，就是你内心，你这个人。你这个人哦，你家己的体验哦，重点是这2字尔，各位同学，你体验啥物？你体验了什么？过去经典常甲咱讲吼，一念进文心嘛，一念进心去百万种云开。一念的进文心，你百万、千千万万、几百万的迄个种来的门，就把它拍开去，进文心是啥？地位落去啊！安那地位也落去，你生气啊？你无停啊？哦，你愤怒的时阵啊？啊是你感觉你唔甘愿的时阵啊？是安那？拢无一点简单的讲，哦，来哦，食饭哦，大家拢就去啊，拢无人要来的啦，无人拜师啊，拄啊家己袂晓拜，然后你就是拜，你就是去啊。现在大家拢在讲，都无人要来，伊拢在就是要拜，一直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看见吗？这就是种来嘛啊！你迄个心量一旦啊，无正确，无正量生出来，你是甲家己开启千百万的种来的门，到中国。所以这个世界是啥物创造？各位先简单思考一下哦。你的生活当中，你的命是啥物甲你创造？这是真正地府地上，咱拢讲哦，我来是地，迄阵咧讲做王永庆，就是讲我地是王永庆啊吼。即摆王永庆无定啊，就是我在是地是迄落，即落比我比我，之前大家都拢会讲迄落比尔盖，比尔盖是嘛无是差不多话一直讲啊。啊，其实江山代代有够人要出来，但是咱的是比有咧好厉害人，有钱的人啊，为即摆就比有嘛钱啊，比有生养。啊，其实无是咧。一个人心中敢看的讲，哦，啊，我著讲起来，人讲会看迄放假安尼下讲迄倒来看，迄囡仔咧厝仔咧看安尼讲，我摕啥变啥，我著毋敢有可能，哪有可能？哪有可能？咱大家拢是啊，因为就是无可能，咱就是大部分选对家己安怎，毋爱改变家己的啦，咱就是大部分选对无要去改变咱命运的啦，所以咱就一直安怎？第二点，咱命有关系，甚至咱就是咱的环境当中，甚至咱伫咧日常生活当中，我想要讲就讲，我想要做就做，我平时想要讲就讲，恁啥拢管我咧，我就是我，为我嘛是我做到，我讲啥就是啥，我控制无法度控制你，我控制我，哇，是苦啊！你真正生活这样苦啊！所以咱是怎啊讲诶？因为人生的人生的苦，所以就如此回事咯，就开始啊。是你就甲咱讲，咱人生的苦就是咱家己去家己创造出来。当咱个将来的门甲拍开，要是千百万地位生得出来，在咱迄个开始的时阵，一点仔心量尔，一点仔心量，迄个心量迄个，你看就是会当讲。你今仔两条代志，你是用啥物角度来看？你当着一件好的代志，你讲欢喜哦，我今仔抽着大奖呢，吼，小尾叶咧斗啊吼，小尾叶咧斗，食好的人讲安怎？啊，当主人是讲，吼，大奖一定是我的，当时奖奖是较大包的人包，一定是我的，大家就是安尼讲吼。像咱人讲的，是毋是较气势？讲较大奖有可能是我的，但是。好可以，你讲他搞他搞是理解，可以的。你画然后是那可以理解。啊，当然可行哦，咱来慢慢画哦。
当咱想要的，一直想要的，一直调这个人，调这个环境，一直建立无好的一个关系呀。比如讲，比如啦吼，就是你，查咧呐，这嘛是嘛，我比你新的，我后壁我有一个去头发，我换着外父另外一边在查，在头发，然后呢？就有人甲伊讲，甚至有人甲人甲伊安怎破迄个囡仔，这是一个因哦，有人有影去甲伊讲，有人交干哦，你破迄个囡仔，所以你安怎样？你安怎样？敢会有可能？然后我不想说不可能，你敢会想到有可能？有可能呢？你这个啥？如果我这个上呢，所以我这个上前啊，我这个我嘛唔知影呢，你一直想啦，一直想讲有人挂你个呢，一直想人挂你个呢，有当你就连同你列车辆，你上班时间就列车辆看吼，看上挂个呢，现在你办公办得成功，是噻，我今日来看过之前，上个月挂我个呢，这不知道你看我人家看嘛，看是哪个挂个呢，我要留意个挂我个呢，我给你了是吧？这个当两标，这个先当两标，小猪对标，因为不是这个人上升个，主星星，因为猫是个人。